呢一個係一個叫做慈心的話 Finding Loving Kindness Phrases 嘅練習。呢個練習可以幫到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培育自我覺察嘅能力，以及對自己關懷嘅態度。如果你已經有一啲能夠幫助到你渡過難關嘅說話，又或者係句子，你可以嘗試利用呢一啲句子去做今日呢一個練習。而家我想邀請你輕輕閉上雙眼，將手放到你胸口前面，又或者係其他讓你覺得舒適自在嘅身體部位。感受一下身體隨住呼吸嘅時候嘅變化。而家我想請你花少少時間，用一個開放嘅心去進行今日呢一個練習。想象一下，你個心迎接住溫暖嘅陽光。而家我哋試下坦誠咁問一問自己以下呢條問題啊，並且讓呢一個答案慢慢咁喺自己個心入面浮現出嚟。喺呢一個當下，喺呢一個此刻，我最需要嘅係啲乜嘢呢？若然呢一個需要未能得到滿足的話，你可能會感覺到若有所失。試下俾呢一個答案反映你最深層次、最確切嘅需要啊！呢一個需要可能係一種同他人嘅聯繫，可能係希望感覺到友善嘅感覺，又或者係希望活得健康、活得平安，甚或是係希望感到自由自在等等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我想邀請你張開眼睛，將啱啱喺心入面浮現出嚟嘅呢個需要寫喺張紙上面，又或者喺電話入邊記低。呢一啲嘅需要可以用作日後做冥想嘅時候去用到嘅。你亦都可以嘗試將呢啲嘅需要轉化成為一種願望，一種對自己嘅祝願。例如係願我會善待自己，願我會活得平安，願我會活得自在，願我會更加能夠認識自己嘅美善。而家我想邀請你再次閉上眼睛，然後試諗一諗另一個問題。然而呢一條問題呢，可能需要你做更加深層次嘅反思嘅。
呢個問題就係，如果可以嘅話，你最想從別人口中聽到啲乜嘢呢？作為一個人，你最盼望聽到嘅係啲乜嘢呢？可能係一句我愛你，亦都可能係一句我會喺你身邊支持你，我相信你，你係一個好人。試下打開自己個心，細心聆聽一下，容讓自己內心嘅答案慢慢咁、自然咁浮現出嚟啊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叫做慈心的話 Finding Loving Kindness Phrases 嘅練習啦。